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12月27日，沙田日馬星期六共10場賽事，開跑時間係13:00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3、第4同第5場。例比賽事分別係第4、第7同埋第9場。第1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元好運，呢126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4號隨我同來，呢122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。2號極上沙龍，呢134磅，配呢個潘明輝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3號都靈冠星，呢128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2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2號的愛好，呢123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瑞木，呢127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2號志滿同行，呢133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9號小魔怪，呢124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3場200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君子傳承，呢115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天象龍駒，呢115磅，配呢個無顯東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3號嘉應傳承，呢122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4號非為僥倖，呢119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4場1800米5班例比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富裕君子，呢130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4號同寶寶，呢115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9號香港精神，呢125磅，配呢個金城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7號領創動力，呢128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5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包裝戰將，呢13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星神千歲，呢127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9號驕陽雄心，呢128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3號富心星，呢129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6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機械之星，呢125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棒棒糖，呢122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9號喬峰，呢125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
同埋5號亨奇呢132磅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7場1650米4班泥地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星光快驅呢128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午夜快車呢120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14號考眼光呢118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11號精明選擇呢121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8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金金小子呢130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時時歡欣呢134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3號會長之寶呢132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6號飛龍在天呢127磅，配呢個何澤堯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9場1650米3班泥地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3號海明神駒呢121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堅有利呢129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1號新意馬呢135磅，配呢個希威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11號廚神呢122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10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賢力寶呢126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紅愛社呢120磅，配呢個蔡明少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4號仍然威風呢127磅，配呢個希威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1號歲歲有福呢132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